我今日坐高鐵去貴州，經澳門嘅青茂口岸過關，好快就過到去珠海嘅城軌站啦。我哋坐7:58嗰班車，從珠海直達貴陽東，全程5個幾鐘頭。如果坐飛機，航程就2個半鐘頭，不過要提早到達機場，所以總時間都差唔多。坐高鐵嘅話，仲可以欣賞沿途嘅風景添。今朝因為趕住過關，嚟唔切食早餐，所以早餐同埋午餐都要喺車上面食啦。俾個藉口俾自己食一次杯麵啦。高鐵上邊有熱水供應，可以用嚟沖麵同埋沖咖啡。不過食完麵之後，啲湯汁要去洗手間倒咗去，剩返個杯同埋冇水嘅垃圾就會有專人嚟到收嘅。車上面都有餐飲服務，呢個套餐有4個餸，有幾種口味選擇，每份49蚊。朋友食過都話味道唔錯㗎。你甚至乎可以喺點餐嘅時候話俾服務員聽幾點鐘用餐，到時間佢就會幫你加熱送去座位俾你㗎啦。想食得好啲，你仲可以喺網上點餐，店家會將食物送到去指定嘅站點，然後轉交俾乘客㗎。